原木在机台上奋力旋转，接着手工细细打磨，伴随着木屑飞舞，慢慢的球棒雏形就出现眼前。球棒的从板材一直到我们到形成球棍的这个部分，我们先从粗胚开始来做试做，然后依照客人他要的棒型，然后包含甜蜜点、包含锥度、包含握把宽度，然后去做到他们要的手感。这是客制化，对，这是客制化的雏形。过去曾是高中棒球队的许敏坚，出社会后心中的棒球魂不灭，甚至还研究起如何制作球棒，能依照个人挥棒习惯及手感，客制化每根球棍。那我们这边可以做这个粗胚完以后，可以让客户知道他们的球棒，就是从木材、从板材一直到我们的棒子的雏形，然后一直到我们修好，让客户他们喜爱的他们的样式，然后还有他们的手感，最重要的是手感跟配重啊，因为每个人挥击的方式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会比较趋向于客制化，就是就等于是我们要让这个客户他能够亲身感受到说，这是属于他们自己专用的球棒。在这不只能定做个人化球棒，在工作室旁还有设置投打练习区，可以让定做球棒的民众现场挥棒试手感，强调的就是现打现调整。许敏坚说，这个模式目前也是台湾唯一，全台湾应该只有我们这一间在做，因为我们是以从板材一直做，然后从做到他们试打，打完以后试手感，一直调整到他们手感是他们最喜欢的。棒子我是今天才拿到，然后刚才在训练场那边打，就打出去让整个手感，我就真的是客制化，就依照我想要的重量，然后球棒的平衡，然后就挥棒的速度，打到球的那种初速，都有我想要的感觉。而会将品牌取名为 Line Power， 也是因为许敏坚本身就是狮子座，同时也是希望每位用他家球棒的打者都能敲出如同猛兽出击一般的威力好球。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